那上一堂课呢，我们是讲到就是第13页的最下面，就是讲完了视察意的形象。那接下来呢，今天就从视察意的分类呢开始做解释。所以14页呢，第一行呢就开始讲到说呢，视察意呢又分为5种。那第一个呢就是没有理由、没有原因的这个视察意。那第二个呢就是原因相违的视察意。那第三个呢是原因不确定的视察意。那第4个呢是原因不成立的视察意。那第5个呢是虽然有原因，但是没有经过抉择的这个视察意呢。那总共呢就是有5种。那为什么要安立就是5种视察意呢？那我们举例来说，比如说呢，我们心绪之中呢会升起一个就是执持声音是无常的视察意。那执持声音是无常的这个念头或者说这个想法呢，就是它升起的方式呢，就是有5种不同的升起方式的缘故呢，所以安立了5种不同的视察意。就是我们虽然说内心会升起声音呢它应该是无常的，但是声音为什么是无常的呢？然后升起的方法呢，就是5种不同的方法升起，所以安立了5种不同的视察意。举例来说呢，就我们先讲一个例子来说哈，就是当我们心绪里面呢升起声音是无常的这个念头或是想法的时候呢，一定是呢就是有某个人呢告诉我们说一个理由。那不管说这个理由呢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他可能跟我们说呢，声音呢它是无常。它为什么是无常呢？因为声音呢它是刹那刹那幻灭的。或者说呢声音呢它是无常。为什么是无常呢？因为它是所作性。或者说呢声音它为什么是无常呢？因为呢它是所知。就是不管说这个理由呢是对的或是错的呢，那总之他会先告诉我们一个理由，就是然后呢我们就会听到说声音是无常。那不管说这个理由是正确或是不正确，那总之听完他的解释之后呢，我们的心里面呢就会现起一个念头，声音呢是无常的这个念头。这一种呢，就是我们先讲到说，就是在升起视察意的时候呢，心绪在升起视察意的时候呢，就是有2种升起的方式。那第一种呢，就是不论说他的理由是正确或是不正确，总之呢，就是他们在跟我们讲述说，声音是无常的时候呢，不管说他用的理由或是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呢，那总之他会讲一个理由，然后讲出这个理由之后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声音应该是无常。那这是一种视察意升起的方式。那第2种视察意升起的方式呢，就是他只有告诉我们说声音呢是无常，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任何的理由，他只说声音就是无常。那听到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声音就升起了声音应该是无常的这种想法，就升起了这样子的视察意。那所以如果我们把视察意呢就是收摄起来来说的话呢，就可以分为2种。那一种呢，就是这边我们所讲到的没有任何原因的视察意，就是他没有讲原因，他只告诉你说声音呢它就是无常，你只要知道声音是无常的就好。那没有任何理由，然后我们心里面呢就现起声音是无常的这个念头。那这个呢就是没有理由的这个视察意。那第2种方式呢，就是他告诉你一个理由，但是这个理由呢，不管是正确或是错误的，总之呢，他就是告诉我们说，声音呢它是无常的，因为呢什么样的原因。那第2种呢，就是观待原因而升起的视察意。所以呢，如果我们把视察意呢去做收摄的话呢，就是可以收摄为就是没有理由的视察意，以及呢观待理由的视察意2种。那观待理由的视察意呢，我们再把它去细分的话呢，那就可以分为就是课文里面所讲到的，就是原因相违的视察意、原因不确定、原因不成立，或是虽然有原因呢，但是没有抉择的视察意呢，又可以去做这样子的细分。所以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我们在讲述到这种就是不需要原因呢，我们就能够升起的视察意，以及呢透有理由之后呢才升起的视察意。那这个在我们心绪呢都会有的。那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像我们现在就是上课的这个教室呢，叫做妙法乐院。那妙法乐院呢，如果说大家以前没有听过的话呢，那现在第一次听到说上课地方叫妙法乐院，然后我们心里面就生气原来上课地方叫妙法乐院。但是这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只是因为说我们讲的说有个上课地方叫妙法乐院，那就仅听到说有妙法乐院这个可以学习佛法的地方呢，那我们内心里面呢就升起了有妙法乐院。那这种呢就是没有理由的这个视察意。那第2种呢就是
别人告诉你，就是去跟你解释说，其实妙法乐园呢，它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怎样的目的呢，而有了这间教室。那不管说他解释的理由呢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总之他是跟你告诉你一个理由，说为什么要成立这间教室？那这个教室怎么样？他讲了很多理由之后呢，那我们心虚会升起，原来上课的有一个可以修学佛法的地方呢，叫做妙法乐园。那第二种呢是透有理由呢而升起的。那第一种呢就是只是听到有人说有个可以上课的地方叫妙法乐园，那内心就升起有妙法乐园这个可以修学佛法的地方，你就先升起了这个视察意。那所以第一种呢，它就是不需要任何的理由，只是别人呢就是讲到之后呢，那我们内心呢就升起了，那这种呢就是没有理由的视察意。那第二种呢，就无论说他讲述的是正确的理由或是错误的理由，总之就是依靠着理由呢而升起的视察意。那依靠着理由而升起的这个视察意呢，那就是从4之2呢到4之5的这些分类呢，一个一个去做细分。这边呢，我们就就以我们的经验呢，就是来做结合，然后来讲解，就是每一个分类它的一个事例。那我们先看到第一个，就是没有理由的这个视察意，没有原因的这个视察意。那没有理由的这个视察意呢，它并不是说这个视察意呢，它的境，它的所量呢是没有理由的，并不是这个样子，并不是说妙法乐园是有的，妙法乐园是有呢，并不是说它存在呢是没有理由，不是这个意思。或者说我们讲说声音是无常，并不是说声音它就是无常，这个是没有理由的，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说声音是无常，它本身是无常的。那声音是无常，其实是有理由的，但是这边所讲的就是没有理由的意思呢，并不是说声音是无常是没有理由的，或者说是讲是妙法乐园这间教室是有的呢，是没有理由，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家不要搞混了。所以呢，没有理由的这个视察意，没有原因的视察意呢，并不是说视察意的这个境呢，它是没有理由的，而是讲说升起视察意的这个方式，就讲说升起视察意呢，它不需要理由，它就能够升起这样子的视察意，就是它并不需要透由任何一个理由，它就能够升起支持这一法的视察意。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我们在支持声音是无常的时候呢，只要有人听到这样的声音，就是有人跟我们说声音是无常，我们光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就升起了支持声音是无常的视察意。那这种呢，就是没有理由的视察意，讲说它升起的时候呢，升起视察意的时候是不需要理由的缘故，所以叫做没有理由的视察意，而不是指说这个视察意它的境本身是没有理由的。或者说呢，我们光听到人家说有妙法乐园这一间教室的时候，然后内心呢就支持有妙法乐园的这个视察意，那这种呢也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所以这边所讲的没有理由呢，是指说视察意它升起的这个因呢是不需要理由，它就能够升起这样子的视察意呢，所以叫做没有理由的视察意，或是没有原因的视察意。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与原因相违的这个视察意。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就已经了解到说，就是第一个升起的视察意呢，它是不需要关带任何的理由，只不过因为呢，有人告诉我们说，仅依靠的这个声音，就是别人告诉我们说呢，声音呢是无常，或者说妙法乐园呢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就升起了妙法乐园是存在的这个视察意，但不需要任何的理由，所以这种呢就是第一个没有原因的这个视察意。那第二个呢就是与原因相违的视察意。那与原因相违的视察意呢，同样的它也并不是说这个原因呢是这个境的原因是错误的，而是说它升起的方式，它给的这个理由呢是错误的。就比如说呢，这个人呢他跟你说妙法乐园呢是存在的，那妙法乐园是为什么是存在的？因为妙法乐园呢它在美国，或者说呢妙法乐园呢它在印度，或者说妙法乐园呢它在德国。那这个理由呢就跟妙法乐园它本身存在的地方呢是相违的，因为呢妙法乐园它并不是在美国嘛，它也并不是在印度或者是在德国。那我们用这种错误的理由呢讲的时候呢，但是对方还是会
就是升起妙法乐院是存在的这个视察义，他也会升得起来。不过呢，他的理由呢，他就是支持这种错误的理由，他会觉得说妙法乐院是存在的，它为什么是存在呢？因为它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妙法乐院呢，它存在于美国，或者说它存在于印度，但是呢，实际上妙法乐院并不是存在美国，也不是存在于印度，所以呢，他的理由呢是错误的缘故，是相违的，和他所安立的这个理由和它存在的这个方式呢是相违的缘故呢，所以讲说原因相违的视察义。那刚刚呢，我们是举例来说，那如果是和意识呢相结合的话呢，那就讲到说，比如说我们心绪当中呢升起了身是无常的这个视察义，但是呢，在解释的时候呢，他所解释的这个理由呢和声音是无常的这个所成呢是完全相反的。就比如说呢，他跟我们说，声音是无常，声音是为什么是无常呢？因为声音呢它不是事物，或者说声音呢它为什么是无常呢？因为呢声音是没有作用者，或者说声音它为什么是无常呢？因为声音是常。所以说我们所安立的原因呢，常跟我们所要成立的无常这两者呢是完全相违的，但是我们也是可以透由这样子的理由呢而升起声音是无常，就是升起这个声音是无常视察义的这个人呢，他可能内心呢会觉得说，声音它是无常，为什么呢？因为呢是常的缘故，是可以透由这种方式升起视察义的。不过呢，就是我们所安立的这个原因呢，我们能成的这个理由呢，跟所成的这个无常呢是完全相违的缘故，所以呢，这个就是与原因相违的视察义。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三个就是原因呢不确定的这个视察义，也就是呢因理不定的这个视察义。那因理不定是什么呢？就表示说他所安立的这个原因呢是不周遍的，就是不一定的，所以叫做因理不定，或者说呢原因不确定，就是它没有周遍，所以叫做不确定。那我们再举例来说呢，那同样是说呢，就是妙法乐院是存在的，为什么是存在的呢？因为有人这样子想，并不会因为有人这样子想呢，妙法乐院它就会存在的或者说妙法乐院呢它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这样说，有人说呢不表示说有人说妙法乐院存在，妙法乐院就会存在嘛。就像我们有人说就是有兔子脚，但是有人说有兔子脚，不表示说兔子脚呢就是存在，所以他所安立的这个理由呢并不是周遍的，或者说妙法乐院呢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无我的缘故。无我呢也不能够说它就是存在的法因为只要是无我的话呢，它也不一定是存在的所以这种理由呢，就是它所安立的理由是不周遍的缘故呢，所以叫做因理不定，或者说呢，它的原因呢是不确定。所谓的不确定呢，就是没有一定的意思，也就是不周遍的意思，所以叫做原因不确定的视察义。那刚刚呢，就是以譬喻来说，那我们以意识来讲的话呢，就比如说我们在升起声音是无常的这个视察义的时候呢，那我们所安立的理由呢，就是声音呢是无常，因为呢它是有的，或者说呢声音是无常，因为呢它是无我，或者说呢声音是无常，因为呢它是所知。那我们知道呢，只要是有呢，它不一定会是无常，它不骗是无常，这个是没有周遍的，或是它声音是无常，因为呢是无我，是无我呢也不一定会是无常，这个也是没有周遍。或是声音呢它是无常，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所知。那我们知道是所知呢也不骗是无常，这些理由呢都是不周遍的。当然我们是可以透由这样子的理由呢，升起声音是无常的视察义，就会升起声音它是无常，因为呢它是所知的缘故，我们是可以透由这样子的一个理由呢，升起声音是无常的视察义。但是我们所升起的这个理由呢，就是因为它是不周遍的缘故，因为我们知道说只要是所知，它不一定是无常的缘故，所以呢，所安立的理由不周遍呢，所以是因理不定，也就是呢，它不周遍的缘故，是不确定的缘故，所以叫做原因不确定。那接下来呢，我们讲到说第四个呢，就是原因不成立的视察义。那这个原因不成立的视察义呢，就是我们要稍微就是了解一下，就是比如说呢，我们刚刚也是用妙法乐院来说，妙法乐院呢它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妙法乐它是存在的，那原因呢？我们原因安立的时候呢，就是安立到说因为它是常法，那这种呢就是原因不成立。那这个呢跟前面两个的差别在哪里呢？前面两个呢最主要是讲到说就是能成立法和因之间的关系，就是因它是否周遍是能成立法，但是呢现在所讲的呢就是
第三个就是原因不成立，讲的是有法本身，就是妙法乐院这个有法本身呢，它是否是因？就是我们讲说，是妙法乐院呢，它是存在的，因为它是常法。那它的体性呢，本身就不是常法，因为妙法乐院呢，它是无常的法类，它是刹那刹那会坏灭的这种无常的法类，它本身呢就不是常法的这个体性，所以呢，它本身是不是因的这个原因呢？所以这边所讲的原因不成立呢，是指说这个我们所安立的这个例子呢，它本身和你所安立的这个因呢体性呢就不符合的缘故呢，所以是原因不成立的视差异。那所以呢，这边我们就要先了解，就是以容切就是刚刚他的手指来比的话呢，拇指呢就像是有法，然后呢食指呢就是能力法，那中指呢就是因。那我们一般所要成立的呢，就是我们的所成呢，就是拇指加上食指，这个是我们所要成立的。那我们所要成立的呢，就是声音是无常，因为有法呢是拇指嘛，就是声音。那 B 呢就是能力法。那能力法呢就是无常，那 C 呢，食指呢，中指呢就是我们所要安立的因，那也就是呢，就是我们刚刚所安立的呢，就是眼之所取嘛。那或者说我们用 A、B、C 来讲会比较方便啦，就是 A 呢，拇指呢是 A， 就是代表有法，就是声音。那 B 呢就是能力法，那也就是呢无常。那 C 呢也就是因。那我们一般呢所要成立的，我们的所成呢 A 加 B 呢是所成。那我们刚刚呢在讨论就是与原因相违的视差异，还有原因的不确定的原因不确定的这个视差异呢，它所讨论的呢都是 C 和 B 的关系，就是 C 和 B 呢是相违的缘故呢，所以是与原因相违的视差异，也就是因和能力法呢是相违的缘故呢，所以它是原因相违的视差异。那原因不确定的视差异呢，就是 C 呢它不周遍于 B 的缘故呢，所以是原因不确定的视差异。那现在呢，我们在讨论这个原因不成立的这个视差异呢，并不是说这个原因呢它本身存在或是不存在，因为我们现在所安立的就是声音有法是无常，因为呢是眼之所取的缘故，并不是探讨说原因不成立，并不是说眼之所取它本身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并不是在探讨这个，而是现在探讨的呢是 A 和 C 的关系，也就是呢声音它是否是眼之所取，但是声音它的体性本身就不是眼之所取的嘛，它并非眼之所取体性的缘故，所以呢可以讲到说，因为 A 也就是声音它的体性呢并不是眼之所取的缘故，所以这个原因呢是不成立的，所以这个所讲述的关系是 A 和 C 的关系，那前面两个呢都是在探讨 C 和 B 之间的关系。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第五个，就是虽然有原因呢，但是呢没有经过抉择的这个视差异。那同样的呢，我们先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就是他自己呢，他也不知道说就是妙法乐院呢到底在台湾的什么地方，然后他也没有去过台湾，但是呢他在讲理由的时候呢，他说妙法乐院呢是存在的，为什么是存在的呢？因为妙法乐院呢在台湾，他虽然说呢他安利的理由呢也是正确的，但是他从来就不知道说妙法乐院在台湾的什么地方，他也没有去过妙法乐院，所以这边讲的未经抉择呢，指的是说他的量呢没有通达妙法乐院在台湾这一点。虽然说他所安利的理由是正确的，但是呢讲述的这个人，这个卜特伽罗呢，心绪之中具有这个妙法乐院在台湾的这个视差异的这个卜特伽罗呢，他本身呢并没有通达妙法乐院在台湾，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说在台湾的什么地方，或者说在哪里，他完全不知道。但是他所安利的理由是正确的缘故，所以呢，这边讲的未经抉择，也就是量不通达的意思，就是心绪之中具备这个视差异的卜特伽罗呢，他本身并没有通达妙法乐院在台湾，但是他所安利的理由是正确的缘故，所以就是虽有原因，但是呢，没有经过抉择的视差异。那我们再结合意识的话呢，那同样呢就是身世无常，那就是这个卜特伽罗呢，他也能够安利呢，就是他心绪之中呢也升起了声音是无常的视差异。那他所安利的理由呢，就是声音它是无常，为什么呢？因为声音呢它是所作性，或者说呢声音它是无常，因为呢是事物的缘故。他所安利的理由呢都是正确的，但是呢他自己本身呢并没有通达
声音是无常，或者说呢，声音是所作性，它并没有通达这一些，就是它心绪中的量并没有证得声音是无常，或是证得呢声音是所作性，或是声音呢是事物，它都没有通达。但是它所安立的这个原因是正确的这一种呢，那就是虽然有原因，但是呢未经抉择的视差异。那如果说对于上述所讲的这个例子呢，还有意义呢，都了解之后，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课文的话呢，就比较容易了解。那其中呢，就是讲到说，第一个就是没有原因的视差异呢，那就讲说呢，仅依声是无常的这个语词，就是依靠着声音是无常的这个声音，而支持声音是无常的这个觉知呢，那就是第一个呢，没有原因的视差异。那它为什么是没有原因的视差异呢？因为呢，虽然借由着声音是无常的这个声音呢，这个说明呢，他了解了声音是无常的这个主张。那所谓的主张呢，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A、B、C 里面，就是 A 加 B 呢，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中，或者说呢 A 加 B 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所成。他对于这个中呢，就是他能够升起声音是无常的这个中，他的内心能够了知这个中，但是却没有说明声音是无常的正确原因，因为他是仅凭了声音是无常的这个声音之后呢，他就认为呢声音是无常，他就认同了这个主张，但是呢却没有去说明声音是无常的这个正确原因，就是没有任何原因呢去讲述，不管说这原因是否正确呢，那这一种呢就是没有理由的这个视差异。所以呢，这里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讲到的，就是视差异呢，在一开始区分的时候呢，可以分为两种。那第一种呢，就是没有透有任何的原因，它就升起这样子的视差异。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一个，就是没有原因的这个视差异。那后面呢，就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个呢，它是透由原因而升起的视差异，但是这个它所关带的原因呢，不论说正确与否呢，那它都是关带原因才能够升起的这个视差异，所以关带原因升起的视差异呢，再去细分的话呢，又可以分为就是2、3、4、5这4个。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比如说呢，就是台湾呢，就是有一种食物，我们知道叫臭豆腐嘛。那就像还没有去台湾之前呢，那就是呢，我京剧里面呢升起就是了知到说有臭豆腐这个东西的时候呢，那第一种呢就是就是有人跟我说台湾有个食物呢叫臭豆腐，但是没有任何的理由，那就是因为有人讲说台湾有臭豆腐，所以我内心里面呢就升起台湾有这种食物呢叫臭豆腐，这种呢就是没有任何理由而升起的。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别人会告诉我说，有臭豆腐那台湾有食物叫臭豆腐，那这臭豆腐呢，它是怎样怎样怎样，为什么叫做臭豆腐？那他讲了很多的原因，那不管说他讲的这个理由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那我内心里面同样呢，也会依靠着这个无论是正确或是错误的理由呢，而升起台湾有一种食物呢叫做臭豆腐，所以就是心绪里面升起呢，臭豆腐是存在的方式呢，就是有2种不同的方式。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了解到说有2种分类呢。那第一种呢，就是别人没有跟我讲任何的理由，只是跟我说台湾有一种食物叫臭豆腐。那听到这样的声音呢，我就升起一种知识台湾有一个食物叫做臭豆腐的这个视差异呢，那就是如同这里所讲的，它就是仅依靠着声音是无常的这个声音，或者说这个语词呢，然后就支持了声音是无常的这个觉知，然后就是透过别人跟我说台湾有个食物叫臭豆腐呢，那我就支持说台湾有个食物叫臭豆腐的这种觉知呢，那这种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没有原因的视差异。那所以呢，我们就了解到说，就是在我们升起呢，就是能够支持就是一法的这个了知觉知的时候呢，那就会有2种。那一个呢，就是仅透由听闻这个声音之后呢，然后内心呢就支持这一法的这个觉知。那以及第2种呢，就是除了听闻之外呢，那还有透有理由，然后呢才去支持这一法的这个觉知。那刚刚讲的没有任何理由呢而去支持的这一种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没有原因的视差异。那接下来呢就是第2个呢，就讲到说与原因相违的视差异。那与原因相违的视差异呢，那这边就解释到说，就是透过就是能发挥功能空这个音相，支持声是无常的觉知，那就是第2个呢，就是与原因相违的视差异。那这个所讲的就是能发挥
能发挥功能空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就是具作用空者。那这边的具作用空呢，所谓的空呢，就是没有的意思。就是一般在藏文里面呢，讲到空这个字的时候呢，它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方式，一个呢是解释为没有，那一个呢是解释为不是。那在这边呢，就是能发挥功能空者的这个空呢，或者说我们讲说具作用空者的空呢，是指说不是的意思，它就是不是能够发挥作用者，就是它不是具有作用者。那这种是属于不是的意思。那如果说我们在一个地方讲说，哦，此处凭空，这个地方呢瓶子是空的，这个地方瓶子是空的意思呢，是说这个地方呢没有瓶子。所以空呢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那在这边呢是解释为不是的意思。那不是的意思呢，就是它非具有作用者。那非有具有作用者呢，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讲到就是非事物的这个性相嘛。那非事物它本身呢就是常，那常和无常两者之间呢本身呢就是相违的。所以这第二个呢就是讲说与原因相违的视差异。所以呢，这边就想要说呢，因为就是能发挥功能空呢，就是具作用空者呢，它跟声音呢是相违的。那接下来呢，第三个呢，就是同样的，就是从所量这个音相呢，其实声音是无常的这个了知呢，那就是第三个，也就是呢原因不确定的这个视差异。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所谓的原因不确定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A、B、C 当中呢，就是音相还有呢，能力法当中呢，就是 C 呢，它要周遍语是 B，就是如果是一个正音的话呢，它 C 一定要周遍是 B， 就是 C 一定要是 B 的意思。但是呢，我们这里所安立的这个音相呢，这个 C 呢是所量。那我们知道说所量和所知还有有法呢，这三者是同义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说声音是无常，因为呢是所量的缘故，因为呢是所知的缘故，因为是有的缘故的话呢，那这个理由呢是不周遍的，这个音相呢是不周遍的。为什么呢？因为是所量的话呢，它不一定会是无常。同样呢，是所知的话呢，它也不一定是无常，因为我们知道所量里面有常无常，所知里面要么也是可以分为常无常。所以呢，这个音相呢没有周遍的缘故呢，所以它就是原因不定的这个视差异。那接下来呢，第四个就讲到说呢，透过眼知索取这个音相呢，支持声音是无常的这个觉知呢，那也就是第四个呢，就是原因不成立的这个视差异。那我们知道说呢，第四个呢跟前面两个是不一样的，因为前面两个最主要是探讨就是 C 跟 B 之间的关系。那现在呢讲到说就是眼知索取的这个音相呢，它是属于 C。那这边探讨的呢是 A 和 C 的关系，也就是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所别式，也就是声音。声音呢，它本身是否是就是眼知索取？因为呢，声音它并不是眼知索取的这个体性的缘故呢，所以所安立的原因呢不成立。因为声音它本身不是眼知索取的缘故，所以这个原因不成立的缘故呢，所以第四个呢是原因不成立的视差异。那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呢，因为眼知索取呢是成立生是无常的这个不成因，不成的意思呢，也就是它的这个 A 呢并不是 C 的缘故呢，所以讲到说这个不成因。那第五个呢，就是无法以量决定呢生是无常的这个普特切罗它的相续当中呢，然后透过所作性的这个音相，支持呢声音是无常的这个觉知呢，那就是原因就是虽然有原因，但是呢未经抉择的这个视差异。就是讲到呢，就是以我来说呢，就比如说所作性呢，它虽然是能够成立声音是无常的这个正确原因，但是因为呢，我本身呢并没有办法通达呢声是无常，就是并没有办法决定声音是无常，尚未抉择出声音是无常的这个缘故，所以呢，所安的原因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呢，因为我本身的量并没有办法通达声音是无常的缘故呢，所以就是虽然有原因，这个原因呢又是正确的原因，但是呢没有办法经过心绪之中量去抉择，也就是量去通达声音是无常，那这样升起的这个视差异呢，那就是虽然有原因，然未经抉择的视差异。所以呢，这边讲到说呢，视差异呢，它升起的方式呢，就是如果我们总测来说呢，就是两种。那这两种呢，一个就是不依靠原因呢而升起的视差异，以及呢，第二个呢，依靠原因而升起的视差异。那第一个呢，这边是
5个分类里面呢，第一个呢没有原因的视差异呢，就是不依靠原因所升起的视差异。那接下来2、3、4、5呢，它就是依靠原因而升起来的。不过呢，在依靠原因或是依靠理由而升起的视差异里面呢，其中呢又有3个呢，就是依靠着非正因而升起的视差异，以及呢依靠正因呢而升起的视差异。所以当中呢，就是第2、3、4与原因相违的、原因不确定的，还有原因不成立的视差异，这3种呢，就是依靠着非正确的理由而升起的视差异。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虽然有原因，但是未经抉择视差异呢，它所依的呢虽然是正确的原因，但是呢，这个第5个呢，就是依靠着正因呢而升起的视差异。所以升起的方式呢，可以将视差异分为5种。我们以经验来说的话呢，就是一般我们内心里面所升起的这种想法呢，那大部分呢都会跟这5种视差异呢，就是离不开这5种视差异。比如说呢，我今天走在路上的时候呢，那旁边呢就有人跟我说，哦，这里有一间师范大学。那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师范大学在什么地方，在哪里。但是呢，就是因为他跟我讲一句说，哦，这里有一间师范大学的时候呢，我内心呢就没有理由，然后就会升起，哦，这里有师范大学的这个视差异。那这是第一种，就是不依靠理由呢，仅凭他这样讲述，我就升起，哦，这里有师范大学的视差异。那第二个呢，就是他会跟我说，哦，这里有这里有一间师范大学，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去过那边学习，怎么样之后，那这一种呢，就是虽然说我还没有看到那一间师范大学，但是透由他所讲述的这个正确的原因呢，但是我也升起了，哦，这里有师范大学的这个视差异，只是透由正确的原因而升起的。那或者说呢，跟我讲的这个人呢，他自己呢也没有去过，他也是听说的，然后说，哦，这里有一间师范大学，那这师范大学呢，它其实很小间，然后里面呢人又不多，那这种呢就是错误的理由。那我也会依靠着这种错误的理由升起说，哦，原来这边有一间师范大学，不过所依的理由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一般内心里面在升起视差异的时候呢，离不开这5种视差异。那同样的呢，就是以我们来说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认识，就比如说有人带我们去认识其他人的时候呢，那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那他就跟我说，哦，这个人呢是一个善良的人，那我心中就升起，哦，这个人是善良的这种视差异就现起来，并没有任何的理由，只是因为他跟我说，哦，这个人是一个善良的人，那我自然而然呢就觉得说，哦，他是善良的人，那这个呢就是没有任何理由的这个视差异。然后或者是呢，他跟我说这个人是一个善良的人，因为呢他做了哪些事情。那虽然说他讲的这些呢都是错误的理由，那这个时候呢，我所升起的视差异呢，就是第2个、第3个跟第4个的依靠着第2或是第3或是第4呢而升起的视差异。然后或者说呢，他跟我讲说，哦，这个人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或是功德很大的这个人，然后为什么呢？因为他就讲述了正确的这个原因。那虽然说我没有通达说这个原因是否是正确，但是因为他讲的这个原因是正确的呢，那我透由这个理由，然后呢而去知道说这个人而升起这个人是善良的这个视差异的时候呢，那这个呢就是虽然有原因，但是没有经过抉择的视差异。那就是这边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这边讲到说呢，就是视差异升起的方式呢，就是有5种。那收摄起来呢，就是可以分为3种。那第一个呢，就是没有任何原因所升起的视差异。那第二个呢，就是依靠着不是正确的理由呢，能够升起3种不同的视差异。那这是第2种。那第3个呢，就是依靠着正确的原因呢所升起的视差异。那在依靠着正确的原因呢所升起的视差异呢，它是讲说虽然有原因，但是呢没有经过抉择的这个视差异。所以这是一种视差异，但是有没有另外一种呢，就是你所依靠的也是正确的原因，然后呢你也是经过抉择之后呢所升起的视差异。比如说一个人呢，他已经就是心绪里面呢，就是他通达了生因是无常，所以通达生因是无常的这个有情呢，他已经透由就是生因是无常，以是所作性故的这个正因呢，透由所作性这个正因，然后通达了生因是无常。那通达生因是无常的这个有情，他心里面是不是也可以升起生因是无常的视差异呢？如果有的话呢，就是有原因，就是他透由正因，然后也是透由抉择之后呢，升起的视差异。我们是不是可以安立这样子的视差异呢？那这个呢，是大家可以去多做思维的。
那这边呢，就想请问仁波切，就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透由就是讲解呢，能够依靠生意有法事无常，也是所作性故呢，然后透由这样思考，升起生意是无常的这个观点，这个概念。那这样子的这个概念呢，它什么时候才能够成为比度呢，而不是视察义？那就是它什么时候能够成为比度而不是视察义呢？那就是我们对于声音是无常的这一点呢，我们要升起决定解，就是决定的这种了知，就是我们坚固的相信声音，就是透有理由去思维之后呢，然后完全能够通达声音是无常，或者说呢，我们对于说声音是无常这一点呢，就是能够完全的不欺狂，能够获得定解，也是要升起定解之后呢，这个时候才会变成比度，而不是视察义。什么叫做升起定解呢？所谓的定解呢，就是我们对于生是无常这个呢，我们是能够完全支持的，而且就是你兼顾支持生是无常这一点之后呢，你的心是完全不会对于生是无常产生怀疑，或者说呢，别人透有其他的理由呢跟你讲之后呢，你的心又变了，又开始觉得说，声音到底是不是无常，并不会这个样子，它就是完全透有理由呢，在思维之后，完全坚固的认为呢，声音是无常，这个呢叫做升起定解。那这边呢，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当任运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真实的菩提心升起的第一刹那呢，它是否是一种比量而不是限量？因为呢，它也是透有理由而生的。那仁波切这边就回答到说，先把问题念好了。那还是说发起真实的菩提心呢，一定要透过止观双运才能承办。如果一定要透过止观双运才能够发起真实菩提心的话呢，那第一刹那无造作的菩提心呢，应该是现前才对，是吗？那仁波切就直接解释说，就是在众生地，就是众生心绪当中的菩提心呢，它一定呢是分别知，它是不可能会有就是现前体性的菩提心是不会有的，就是还没成佛之前呢，心绪当中的菩提心呢，它一定呢都是分别知，不会有现前体性的菩提心。所以呢，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解释到说呢，就是只要是有情，就是尚未成佛的这个众生呢，他心绪之中的这个菩提心呢，他呢就一定呢不会是比量。它为什么不是比量呢？虽然说我们要升起菩提心呢，也是要透有理由呢才能够升起菩提心，但是透有理由所升起的菩提心，跟我们在讲到说，就是我们的比度呢，或是比量，要透有理由升起呢，这两种理由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升起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并不是说因为我们透有理由去思维理由才能够升起菩提心的缘故呢，所以菩提心呢是比量，并不是的。那这是第二个，就是抉择到说呢，菩提心呢，它是否是比量？那接下来呢，第三个呢，就是比较会讨论的呢，就是会讨论到说，菩提心呢，它是否是一个能够通达境的这个了知？它是否是能够证得境？因为呢，在一些经里，这个在就是不同的经论里面呢，有不同的程序。那有一派的程序呢，会讲说，就是以资粮道的这个菩萨来说，资粮道的菩萨呢，他心绪中的这个菩提心呢，那有一派呢是程序说，他是能够通达境的。他能够通达什么境呢？他所通达的境呢，就是圆满菩提。为什么呢？因为他心绪之中是希求圆满菩提的缘故，所以呢，他的心绪呢是要有所以菩提心呢是要能够通达这个圆满菩提的。所以他既然能够通达圆满菩提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才会讨论到说，那菩提心它是否能够成为比量？那不过呢，这边就是有不同的这种就是程序的方式。那我们这边是讲到说，就是资粮位的这个菩萨呢，他是能够他进去这种菩提心呢，是要通达圆满菩提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希求的呢是菩提。那这个最主要的论述是从哪里来的？那这最主要的依据呢，是依据贾朝杰大师的宝性论大书，因为他的宝性论大书里面就讲到说，就是对于利根者来说，就是顿根者呢，是我们讲到说，你要去希求解脱，你要去希求菩提的时候呢，他心绪之中并不会去了解到什么是解脱，什么是菩提，只是会说，因为
因为讲了呢，所以我就要去追求这个解脱，去追求菩提。但是他并不了解什么是解脱，什么是菩提。但是呢，在宝心论大书里面呢，是讲到说，就是立根者呢，在心绪之中，如果要升起真实的这个希求解脱之心的话呢，他就要通达解脱。所以就是说呢，他在还没有入道之前，立根者他在尚未入道之前呢，他会先去了解到什么呢是解脱。那等到他呢通达解脱的时候呢，他自然而然他就知道了说什么叫做灭地。那他既然知道是灭地的时候呢，他自然而然他就要通达空性。所以呢，以宝心论大说的这种解释方式来说的话呢，同样的菩萨，如果这个是立根菩萨的话呢，他在还没有升起菩提心之前呢，他要先了解到说他所追求的这个圆满菩提呢是什么东西。那所以他就要先了解到说圆满菩提是什么？他唯有了解圆满菩提之后呢，他才会去希求所谓的圆满菩提。所以以这种讲法来说的话呢，就变成说，还没立根菩萨呢，他在还没升起菩提心之前呢，他就要先通达什么叫做圆满菩提。同样的呢，柯祖杰大师呢也有讲述到说，就是以立根行者来说的话呢，他在尚未升起解脱之前呢，他要就是通达四谛，就是他要证得四谛。为什么要证得四谛呢？因为他所希求的呢是解脱，那解脱呢，也就是所谓的灭地。所以他在希求灭地之前，他一定要先知道灭地呢是什么东西，所以他要先通达灭地之后呢，他才会希求灭地。所以以同样的理路呢，立根的菩萨呢，他在希求圆满菩提之前呢，他一定要先通达菩提。那这样以这种论述来说的话呢，那菩提心呢，它就要变成是能够通达境的一个了知。仁波切，我不好意思，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说那个立根菩萨，他通达灭地是以比量通达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升起一个无造作的菩提心，是透有理路就可以去升起吗？还是必须一定要透过止观双运才有办法升起一个无造作的菩提心？就是最初通达灭地的时候呢，他一定是透有比度呢去通达。因为以凡夫来说呢，他在最初通达的时候呢，他不可能透有就是现前去通达。因为呢，我们在讲到说要通达就是灭地的时候呢，一定是透有量的去通达。那量去通达的时候呢，那也只有限量跟比量。所以一开始呢，就是一定是透有比量去通达。那同样的呢，我们在讲说菩提心呢，如果是通达境的了知的话呢，那同样的，他在通达境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就是尚未成佛之前的菩提心呢，它一定都是分别体性。那分别体性的量呢，也唯有比量，所以一开始呢，一定是透有比量呢去通达。那第二个呢，就是在讲到说，就是菩提心呢要升起的时候呢，它是否就是要依靠着就是止观双运？那这边人们间就先解释到说，就是我们在升起菩提心的时候呢，就是两种方式。我们升起菩提心呢，要么就是依靠着七因果，要么就是依靠着自他换。那七因果跟自他换思维的这种方式呢，跟我们比度呢在思维声音是无常，因为什么原因而升起的这个世事比度升起比度的这种方式呢是不一样的。因为比度升起像升起声音是无常的时候呢，它是透有这种世事正因，透有理由呢去思维。但是呢，我们在思维自他换的时候，无论说你是思维七因果也好，因为七因果呢，我们就要从知母念恩报恩。那这种知母念恩报恩的这种思维的方式，它是比较类似这种领纳感受的这种思维的方式。你要先去了解到说，今世母亲对你的好，或者说今世谁对你的好，然后再把这样子的这种感受呢，然后去延伸到其他一切的有情之后，然后你才能够升起念恩以及报恩的心。它是透过领纳的方式。然后或者说以自他换的教授来说的话呢，是因为我是希求离苦得乐的，那我希求离苦得乐的这个原因，同样的其他有情也是希求离苦得乐，所以为了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最安乐最殊胜的这种安乐的缘故，所以我要发起菩提心。它是透过领纳的方式呢去升起，领纳的这种方式呢作为这个理由，所以他思维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光靠你透有理路去思维升起这个世事比度的这种方式，跟你透有感受上面呢去思维自他换跟七因果呢，那这种是不一样的。
这种升起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说，就是菩提心呢，它是否是一定要依靠着就是止观双运才能够升起呢？那经论里面就是有讲到说，就是菩萨心绪当中呢，就是一定呢会有止观双运。那当然这个也是从字面上去解释的啦，从字面上去解释说菩萨他一定呢就是会具有止观双运，但是实际上呢，光升起菩提心这一点呢是不需要透有止观双运，因为就像刚刚所讲的，就是最主要升起的因呢是透有七因果以及自他换的这种感受上面去思维之后而升起菩提心，所以并不是透有所谓的止观双运呢这一种方式去升起菩提心的。那就是补充一下，刚刚仁波切讲到说，就是是菩提心呢，是菩萨的话呢，他就一定要升起这个止观双运，最主要是因为说他一定要承办这个正等加行。那正等加行就是一定有止观双运所承办的缘故呢，才说是菩萨呢，他一定要有止观双运。当然，这个也是字面上的解释。